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业牧师。1月12日，折面子或里子。今天要读的经文记载在以斯帖1章10到12节。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句记载在箴言14章29节。不轻易动怒的才算聪明，脾气急躁的只暴露愚拙。小时候我们是不是常听大人说，要是敢再说一句就要给你好看？那我们怎么反应呢？我们真的会在大家面前，特别在大人的面前再说一句，结果才知道大人的意思其实是，要是敢再说一句我就要给你难看，不是好看，是难看。因为大人面子挂不住，事情就大条啊。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哦。我记得我们的小孩很小时候，我们很多大人一起就会聚集。然后有一个孩子，他拿了一个音乐盒，就像我们今天在片头音乐里面，它是一个音乐盒，很漂亮。那时候音乐盒其实是很贵，他们的亲戚送他们一个很漂亮还有一个芭蕾舞的这个小女生跳舞会跑出来然后他的爸爸妈妈就说不要扭那个孩子，那个怕那个芭蕾舞的小女孩的衣服不要扭她，这个小孩这个就是很顽皮尤其是小男生就觉得说这个音乐盒怎么会有发出声音来是不是因为这个跳芭蕾舞的小女孩的什么有机关在里面就动手就妈妈说是你再动一个次看看这小孩就说对呀，我就再动一次看看，你不是叫我动吗？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真的是很其实我们的人的内心有的时候真的是连我们自己都搞不懂我们这个人特别是在喝酒之后还有很多的事情压着的时候，突然有点爆发的时候这不可收拾。所以越来越多人会觉得说，这个人的情绪是不能压抑的因为一压抑就会变成是压力锅，等它爆炸的时候就很恐怖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昨天很欢乐对吗在这个盛会刷团之后180天之后，还有刷团的7天第7天王喝酒喝得很畅快就吩咐这个伺候他的7个太监米户曼、比斯他、哈波拿、比格他、亚巴他、西达和贾加去请王后华斯提带着王冠进来。王后是非常美丽的女人王想向臣民贵宾炫耀她的美貌，可是当太监向王后华斯提传达王的命令时，她拒绝了。这是使王非常的愤怒，怒火中烧。这个才短短3节，那情绪变很快如果我们看那个和本其实他在第10节的时候，其实他会说这个王他心里是大畅快但是到了这个12节的时候，他心里是怒火中烧所以我们这个心哎呀，真的是我们的心真的是我们要好好的对待我们的心我们要好好了解我们自己人不容易了解自己，但只有神可以了解我们自己。就像我们看的是表面吗？就像我刚刚提的那小男孩他看到的表面是一个跳芭蕾舞的小女孩在那边转，
他不知道这音乐盒其实跟这个小女孩是没关系，这小女孩只是表面上她的这一个转动，她真正的是在她音乐盒里面的那个齿轮，那个转动的齿轮。我们的人也一样，整个人类的历史也一样。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以为其实这个亚哈水鲁王他只是要炫耀他所拥有的吗？就来摆设这么大的宴席吗？如果我们从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整段的历史的背后是一个上帝早就预定。我们如果来看但以理，他其实有预言，他有提到，如果我们看但以理11章第2节，我们可以看到说，现在我将真实的真事来指示你，波斯还有3王兴起，第4王必富足，远胜诸王，他因富足成为强盛，就必激动大众攻击希腊国。这个早就已经预言说了在圣经里面哦。所以我们如果看我们的圣经，其实这个历史我们慢慢去梳理，就会发现这一段以斯帖这一段的历史是记载在以斯拉曾经追溯一件事。我们以斯拉我们去年有读2022年有读，在以斯拉第4章第4节，这边有追溯到亚哈水鲁王登基时，有人上书控告犹大人重修圣殿一事我们记得吗？就是那个亚哈水鲁王。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以斯帖的历史的背景，那时候亚哈水鲁王是全盛时期，而他宴请了180天又刷他7天的原因，表面上看起来是要炫富，其实他理智里是要集合当时候国际的几个国家，甚至于他所统领的这个几个省100多个省里面，大家要一起要去攻什么？希腊国。所以我们看事情很多的时候不只在表面，其实我们要看它里面那个动机，人话语里面的潜语言，这整个历史脉络里面要表达的是什么，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原因一个人会有这么大的情绪变动。王除了喝醉酒喝多了畅快以外，其实他里面内心有要掌控，而他身边的人也一样从我们以后在接下来几天我们就会发现，他其实是要掌控着当时候的国际几个国家，我们一起共同有一个目标要去攻击希腊国。但没想到他的王后拒绝了。什么原因拒绝呢？我想有太多的种的说法。我想游牧师在上个礼拜我们其实也有说，当然不管王后她怎么样拒绝，有没有正当的理由，是不是跟当时候的风俗文化有什么不一样，但总的来说，这历史的主宰于我们的神。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因为牧师很喜欢看历史的原因就在于，我们人没有办法活过超过100年，很难了，但历史几千年教导我们，启示我们的事，让我们可以更认识这位上帝。当我们每一次心情变动很大的时候，我们要想想这个永远不改变，对人有拯救计划的这一位，他竟然爱我们，看重我们，看我们为宝贵，那么我们就能够真正内心知道我们理智里我们在意的是什么，以至于我们对那个面子，我们就能够甚至轻轻放过也不看，
因为我们知道主你懂，你支持我们就对了。我们理智里要向着你，求神来帮助我们，好吧？我们来默想，心情的转动在于面子理智之间，我们凭借什么做出抉择呢？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你对我们深刻的爱，有时候我们表面上看不出来，甚至有时候我们还会气你，误会你，在人际间也是一样。主啊，实在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我们表面上所看的跟我们实际上我们理智生命里的，主，我们真的是要恳求你怜悯，恳求你饶恕，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内心的理智里，我们能够天天用你的话语，恳求主你的圣灵来炼净我们，使我们能够单纯依靠，使我们理智里真的是跟神你是合一的，让我们理智面子都能够来荣耀你，成为荣耀主的器皿。谢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我们今天面子理智都能够荣耀神，过得意的一天哦。我们明天见。